對我嚟講，建築測量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行業，千祈唔好以為佢係好沉悶，每日對住啲圖或者對住啲舊樓。其實我每一日遇到嘅嘢，可能都係我想像唔到嘅嘢嚟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Paul，係一個建築測量師，亦都係建築署嘅總物業事務經理。喺我身後邊係中西區海濱長廊寵物公園嘅洗手間，係我同我嘅團隊近期完成嘅一個翻新項目。我帶大家入去睇下。喺我哋做呢個工程嘅時候，我哋用咗邁向淨零嘅設計原則，喺隱含碳同埋營運碳方面都希望盡量減少二氧化碳嘅產生。大家而家見到呢個洗手盤啦，同我哋一般見到嘅物料唔同嘅，其實佢裏邊咧含有咧好大部分一啲 recycle 嘅玻璃碎，令到佢做出嚟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嗰個碳含量咧係相對低嘅。喺營運碳嗰方面咧，放一啲再生能源嘅設施落嚟，咁當中包括我哋見到成個廁所嘅天面咧都係太陽能板嚟嘅。咁另外喺外邊咧，我哋用咗一個風力發電，有風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產生到電力啦。咁而地面咧，我哋亦都有一啲叫做 walkable PV， 即係話咧可以踩得嘅太陽能板。而家呢個洗手間咧，70% 嘅電力咧，其實都係再生能源嚟嘅。其實真係用緊電咧，係只係用30%嘅啫。作為建築測量師，我哋嘅工作就係幫樓宇同埋建築物把關，例如審核設計圖則，確保符合建築同埋消防條例嘅要求。仲要定期做 body check， 監察建築物結構同埋狀態，安排維修護養，等市民可以安居樂業。另外，建築測量師又有樓宇醫生嘅稱號，無論經濟同地產市道係好係壞，所有樓宇都需要維修護養，保持最佳狀態。所以建築測量師可以話長做長有。近年仲興起建築保育嘅概念，透過復修同埋改建，將具有歷史價值同埋文化特色嘅建築物保存落嚟，並賦予新生命。好似舊中環街市，今日已經變成消閒購物同埋舉辦文化活動嘅地標。呢個行業趨勢令建築測量師嘅工作更加有意義同埋使命感。測量師經常要同唔同專業範疇嘅人士合作，必須要有良好嘅溝通同埋團體協作能力，解難能力亦同樣重要。記得喺港大讀測量嘅時候，有一科叫測量工作坊，老師要我哋研究同討論唔同嘅真實案例，藉此訓練多角度分析思考、解難同埋溝通嘅能力。呢啲訓練對工作都非常有用。港大測量學更加係全球第一個，亦都係唯一一個內容涵蓋測量學6大專業範疇嘅課程。呢個設計令學生對測量學各個專業範疇都有充分認識同了解。畢業之後，想向邊個範疇發展都可以，出路自然更加廣闊。課程近年加入 AI 同埋 ESG 嘅元素，緊貼測量行業嘅發展趨勢，同時令學生更有競爭力。經濟週期起伏對測量行業嘅影響比較輕微，業界對人才嘅需求穩定，年輕人投身測量行業都不乏發展機遇。最緊要係有長遠嘅目光，放眼香港未來發展，把握拓展事業嘅良機。